继续来看今年台北、上海双城论坛，本地是定25号要来举办。不过台北市政府今仔日突然间来宣布，讲因为部分的部会也未来设定到合作备忘录所签订的内容，所以双方沟通了后，决定要来延期。陆委会讲，顶礼拜五已经甲台北市政府协调，本来今仔日就要来发证，真意外竟然话停。未来台北市政府若阁提出着申请，陆委会讲也是会协助办理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和中国上海市长景正台长同齐翕相留纪念。双城论坛让2年轮到上海主办，原定25号就要起稿，不过就直咧启程前3天煞形容活动。进度上是有点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顺利了哈，就像说，那 MOU 有些部会是的确还没有回复是否 OK， 以及呢有一个 MOU 可能还在磋商相关的内容。今天早上移民署本来已经要发证了。大家都应该已经初步都达成共识了。那本来想说应该会很顺利，但是我们也很意外，说今天北市府是会突然说，先暂时停止。两边发声，林义华所讲的 MOU， 搁伫咧商议的内容，就是北市府预定伫咧这一遍论坛和上海签署2项合作备忘录，分别是污水处理和基质教育。其中的污水处理new文件嘛正式牵连到水利署、内政部、土地发展，搁有环境部。看9月25特别去中国，不过细节中央电网所也未瞧好势。国民党议员嘛点名是陆委会挑工刁难。两岸要签订的所谓 MOU 的合作备忘录，其实也是为了促进两岸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治理而已啊，不影响任何的国家安全。但时至现在为止，中央政府还是迟迟对内容没有确定的。但看起来现在他们因为有特殊原因而取消了9月25，把这个锅要甩给中央。我个人认为这样是非常的不道德。去年上海来台北办双城论坛，则为9月前到12月。这一遍台北去到上海，目前嘛预估会前到12月，就看中央和北市敢有共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